是咱要来串联今日诗歌344首，咱备办咱的心，要来进入今日的礼拜。再搁一届。第二首是485首，主暂远互相接纳，咱吟第一节。再搁一届。咱请起立，互相请安。甲你的边的兄弟姊妹讲，耶稣听你，我嘛听你。这时，咱要奉主耶稣的圣名，邀请信心来到咱中间，咱要同齐来敬拜阿罗咱的耶稣基督。耶稣受定死，老主不会使我最清洁，第五个我上最公的家，因着你的名，因着你的名，因着你的名，第五个我最上最家，因着你的名。定耶稣受定死，老主不会使我最清洁，第五个我受罪公了家，因着你的名，因着你的名，因着你的名，第五个我最上的家庭，因着你的名。我最激动，耶稣拯救我，深深感谢你的恩典大，对心的你念出你的名，因着你的名，因着你的名，因着你的名，第五个我最上的家庭，因着你的名。
无粉碎我最清气，伊有过我上最功劳者，认得伊的名，认得伊的名，认得伊的名，伊有过我最上帝者边，认得伊的名，认得伊的名。认得伊的名，伊有过我最上帝者边，认得伊的名。我最近当耶稣真救我，真正感谢伊的恩加大，对死里的献出伊的疼，认得伊的名，认得伊的名。认得伊的名，伊有过我最上帝者边，认得伊的名。哈利路亚，就一切应当哈利路亚，阿门。这首诗歌会带来安慰。我望咱咧唱的时阵，会带来宣告，带来快乐。主耶稣的确会引带咱的脚步，因为伊伫十字架顶都赢。主耶稣引带阮的脚步，亲像顶着人生的道路，无论风雨偌大，无论风雨偌大，愿意是我心要对伊行。主耶稣引带阮的脚步，亲像顶着人生的道路，无论风雨偌大，无论风雨偌大，愿意是我心要对伊行。伊的疼，愿藏伫心肝内，有耶稣的人心内会知。无论人怎样看，阮的心袂变卦，靠耶稣，咱生活着快活。咱的心免着点，去靠耶稣来作伴，有困难，也拢嘛会知影。咱的心免着点，去靠耶稣来作伴，为唱出感恩的歌声。主耶稣。阮的脚步，亲像顶着人生的路途，无论风雨偌大，无论风雨偌大，愿意是我心要对伊行，伊的疼，愿藏伫心肝内。有耶稣的人心内会知，无论人怎看，阮的心袂变卦，靠耶稣，咱生活着快活。咱的心免着点，去靠耶稣来作伴，有困难。也拢嘛会知影，咱的心免着点，去靠耶稣来作伴，为唱出感恩的歌声。咱的心免着点，去靠耶稣来作伴，有困难也拢嘛。
知影，咱的生命着行，基督耶稣来作伴，为求主感恩的歌声。咱的生命着行，基督耶稣来作伴，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咱的生命着行，基督耶稣来作伴，为求主感恩的歌声。感恩的歌声，咱的主是真理，是道路，是活命。若无照着伊，咱袂当到白遐。是，这是信心带领咱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我邀请咱大家献上咱极深的感谢，感谢主为咱的罪定死的时间。咱同齐来高举主的圣尊名。来到你是阮宝座前，你献上我感谢，你为着我的罪。定时之时间，老出你宝血，为我主我打来到你是阮宝座前，你献上我感谢，你的心过我。行过世事凡世，受死我活命。主我不等你心了，对大地高永远万万，你受死奇妙的听头。白白输出我世间人，我要高举你生命，对大地高永远万万。主我要学乐你，主我要敬拜你。对大高永远，我们来到你是阮宝座前，你献上我感谢，你为了我的罪，定时之时间，流出你宝血。为我，主我打来到你是阮宝座前，你献上我感谢，你对是你过我，赢过世事凡世，受死我活命。高举你生命，对大地高永远万万，你手出奇妙的听头，白白输出世间的人，主我要高举你生命。对大地高永远万万，主我要学乐你，主我要敬拜你，对大高永远。我要高举你性命，主我要高举你。
生命，对咱人的永远，你手持奇妙的听叹，白白赐予世间的人。主啊，要高举你生命，对大地到永远。主啊，要学乐你，主啊，要敬拜你，对大到永远。主啊，要学乐你。主，我要敬拜你，对答到永远。向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你拣选阮成做你的百姓，成做你的囝儿。阮的主耶稣为着阮定十字架顶。为着要洗清阮世间人所有的罪，主，搁一摆来到主你的面前，阮要学乐，阮要感谢，阮要搁一摆求你赦免，阮有得失人，得失上帝的所在，求你用你的保惠，搁一摆来接近阮，互阮的心白白哪洗，互阮会当真心真实真意来听主。同款用安尼心志来听教会，听阮的兄弟姊妹，主啊帮助阮，互阮会当日日军队信心的引带，互阮会当更较深来明白真理，互阮会当逐工来单独甲主你来见面，单独甲主你讲话，常常祈祷，将做阮的困难。主啊！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是阮路上的光。愿你的话语伫阮的性命，互阮会当日常利上加利，互阮快乐加添。互阮节望，当阮累志的时，搁一摆来起调上帝你的话，起调上帝你的听。主，阮要献上感谢，阮安尼感谢祈祷，愿主你来欢喜接纳。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哈利路亚！将一切音乐归给上帝，谢谢。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
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平安。咱三个来用信息来学了上帝。信息第344首，救主耶稣原理来听，请大家起立来领传首。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主你是安利法，阁是欧米伽，你是万有的主宰，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真的上帝。你也是恩典的主，慈爱的主，万物拢充满着你的恩典。阮带着敬虔尊主最大的心，伫圣的主日来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来感谢敬拜阿罗你。恳求主帮助阮，听见你疼痛的声，互阮专心来倚靠你。常常提醒阮着敬信来祈祷，赏赐阮通行的路，互阮专心立志来跟缀你。对阮所吟的诗歌，诚做感谢的祭奉献互你。感谢主伫十字架顶救赎的恩典，来赦免阮的罪过。透过阮信心的敬虔的祈祷，来更新阮的性命。用主你所赏赐的话，诚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阮要用真实甲心灵来敬拜阿罗你。恳求信心充满伫每一位兄弟姊妹内心，来感动阮，提醒阮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服侍你。搁将家己的身躯做祭，是爱圣的，是上帝所欢喜的。主你的恩典，互受伤的芦苇无压制，要花的灯火无拍熄。你照真实将公理传播。阮将众兄弟姊妹敬虔摆列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医治心灵忧伤、身体软弱的人，将你的平安赏赐予阮，互阮得到刚强壮胆的心智，哪行快力哪行天。感谢主带领阮伫释教150周年所做的事工，
愿主坚固阮的信心，所做事工合伫上帝所要完成的旨意，将福音片传伫泸州全地。恳求主信心带领阮今仔日的敬拜娱乐，牧师的讲道，所有同工的服侍，是阮祝福伫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上。愿阮的祈祷亲像那香，摆咧伫主你的面前，诚做欢喜的祭，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大家的启应，启应文第15诗篇第51篇，伫信息后面1025页。启应文第15诗篇第51篇，显着的我来刻，请大家来印。上帝啊，你的疼袂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以外的是内心信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定心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喙。你无爱生礼，若爱我欢喜献。上帝啊，你所爱的是痛悔心灵。献诗，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日圣歌队所要献的诗歌是《因光归伫至高上帝》。
感谢四川对美好献诗来，俄罗上帝，请大家起立，因主教示咱的主祷文，同心祈祷。愿伫天地，愿的名是，你的国已到，你的旨必成，伫地内亲像天里。阮的日子是哪里互阮，赦免阮的错误，亲像阮也赦免误会人。无你传你的事，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所有，到大家的阿门。请坐。咱大家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第84篇第59第7节。诗篇第84篇第59第7节，是旧约圣经第143页。显着的，我来读，请大家来看。诗篇第84篇第5节，伊会呾在伫你，因的心意向西安的大路下，去互人有福气。因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阁有秋天的雨的福气，甲伊看满。因哪行，开咱哪加天。逐人到西安朝见上帝。以上。讲道，咱请国事牧师来讲道。牧师今仔日要讲道的题目是咧上架咧，请咱大家注心来听，用时间交牧师。你看，即马大家平安。平安。过无偌久，咱就要过中秋节。即摆中秋节，咱亲像是烘肉的节，求上帝使用帮助咱，互咱伫中秋节，毋但是全家团圆，不管咱是烘肉，也是做伙出去旅游，出去郊游，拢会当上帝赏赐咱平安，保守咱。伫过去3年疫情的关系，真少有考路的活动，但是疫情了后，咱看到所有的行业渐渐来恢复。啥物先恢复呢？餐厅，即摆订餐厅嘛已经亲像疫情进前嘛无真好订，甲爱事先来预订吼。旅游也是饭店，也是游览车等等，上帝使用帮助咱，互咱11月要来举行耶和华礼拜，11月5号。当咱咧过疫的过程的中间，除了食以外，阁还有啥物货？游览车。当游览车咧找无的时阵，当咱想讲毋知要安怎处理的时阵，上帝甲咱开一条路，互咱有找到游览车。所以咱顶礼拜有甲礼拜组会黄长老做伙参详的时光，咱就照咱的计划，也是照咱原本预定的时间，咱伫11月5號，11月5號，請咱甲咱的刑事了，甲伊記落来。以及11月5號，因為是耶和華禮拜，所以是規工的吼。咱透早出去，下晡才會轉來，所以咱愛甲咱的行程甲伊扭出来，咱做伙來動工中學，動工中學佇遐，咱會當150年的時，甲馬偕宣教師以及伊的牧師娘張聰明牧師娘，佇迄個所，因攏埋葬佇迄個所在，咱嘛佇遐來耶和華禮拜，來孝念，來追思。来感谢咱所敬聽的馬偕宣教師，嘛佇動工中學，咱即個重點是要互相有彼此聯誼的活動，所以咱毋是講咱要去一個咱毋捌去過的地點，咱是要去咱足熟悉的地點，咱要佇遐有一個平行的交易，然後咱有可能會辦趣味競賽，有可能咱會辦一寡的活動來增加咱彼此的連結。咱看四周的邊仔的兄弟姊妹，當你佇路年拄着的時，你敢知影講伊是路州教會？我相信足濟人無啥知影。我知影咱佇台北可能咱互相經過的是袂互相小借問但是你佇中南部你若無小借問若無小借問
咱会感觉讲，若你做无人情味吼，愿上帝使用帮助咱。咱常常听到温上加温，力上加力这两句话来勉励人。这两句话嘛出自圣经，因为华语的圣经有安尼记载吼，约翰福音书1章16节，我们一起来念吼。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而且个温上加温。84篇7节吼诗篇，他们行走怎样？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所以当咱咧讲勉励温上加温，力上加力，这两句话拢出自圣经，特别是力上加力，还佫有其他的记载伫无相款的经章的内面。台语有伊翻译的水，因为伊甲咱翻译讲温电安那煞接温电，因哪行开立安怎哪加天，温电哪加天。咱的圣歌对以及诗班也是敬拜俄勒的服侍，伫咱礼拜中间，也是伫敬拜中间带来会众做伙来敬拜俄勒，借着音乐将心内的俄勒颂赞、祈求、感谢，拢献伫上帝的面前，甲荣耀归予上帝。大卫甲所罗门时代的圣殿的敬拜嘛是安尼，伊用诗篇来荣光上帝的名，用诗篇来敬拜上帝。诗篇的英语名叫做 Psalm 这个意思就是讲用乐器，特别是瑟很像吉他的这种乐器，做成吉他这种乐器来伴唱的诗歌。希伯来文对诗篇的解说就是俄勒，也是俄勒的册诗篇。诗篇毋是干那一个作者，诗篇有几哪个作者？咱所熟悉的大卫王，也是所罗门王。等等拢有写着诗篇，诗篇内面有真侪感谢，有真侪俄勒称谢，这个真水的话。84篇是雕成的诗篇，就是伫大平仔节时，祝棚节，这人为着要敬拜上帝，因耶路撒冷行，诗人伫沿路写了所经过的事。当因要去圣殿这段路，因所经历的事。用真简单的语言解写啦。伊讲人行过流目屎的山谷，当迄时人会放弃，人也是讲这圣殿的路遮尔远，咱莫去啊。总是因经历上帝对因的疼，因搁再一届得到快乐。所以现代人咱要来教会真容易、真方便，但是咱敢知影讲，伫农业社会的时。迄时阵的教会并毋是遮尔侪间，特别是外教派还无搁真兴盛的迄个年代，咱台湾只有台湾基督长的教会，也是种天主堂的教会，以及国民党国民政府退倒来台湾了后，才会对国民政府撤退来台湾的才会一寡的教派迄时阵的教会无像咱遮尔多，无像咱隔壁都有一间教会，这条路边仔佫有一间教会无？迄阵伫农业社会时代，我会记得长老教会老信徒安温柔牧师兄弟伊咧见证，伊讲阮细汉的时透早礼拜日透早，老爸老母甲阮叫起床。就是先洗喙然后呢全家伙拢爱去坐迄个牛车，而且佫爱款啥？款要食的鼎话佫炸一寡米。为什么？因为因要去教会，因爱行5-6公里，甚至是7-8公里的路，到伫教会去参加礼拜。为什么要炸鼎话佫炸米呢？因为一场礼拜了后，伫中昼佫食中昼顿。然后下晡佫有第2场的礼拜，这是农业社会。迄个时阵，顶晡一场礼拜，下晡一场礼拜，一个礼拜日有2场的礼拜，全家伙拢坐伫牛车的顶面，因着安尼到伫礼拜堂，到伫教会伫遐来礼拜。咱想看觅啊，教会离咱偌近，其实教会离咱拢无介远。有可能咱是跨区来到罗州教会，但是伫交通便利的时代，拢比坐牛车搁较近，是毋是？
愿上帝帮咱。吼，我会记得我的阿公阿嬷，因嘛是安尼，吼，因是伫迄个乡的上界边边的所在，吼，所以因迄时阵若要教会，若是毋是骑机车，就是坐公车。了教会愈踅愈济的时阵，咱毋免遮尔远途。伫陪甲运动了后，教会就一直开设，讲每一个乡镇要有一个教会，吼，就安尼努力。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教会哪踅哪济时，其实教会离咱拢无真远。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互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来甲教会礼拜，咱会当珍惜。会想着讲过去2-3年疫情的中间，无法度来到教会，毋知咱会想讲要来教会无？但是咱已经疫情拢恢复的时，守主日甲主亲近，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咱今日用更较白话来看诗篇84篇第50到第70，伊讲吼，伫你的心内特别得到力量，前往锡安道路的人，吼，一条大路的人，拢望因会当登上圣殿的楼梯，这个人就是有福气。所以当咱要踏入来教会时，咱踏入教会楼梯，咱就当领受上帝予咱的福气。因有经过这个打扫的山谷，予人流目屎的路。但是呢，虽然这个流目屎的路，最后伊要变做有水泉的地，而且佫有秋天的雨水，互大地四周围拢有水，拢有这个水窟。所以当因行力上加力，甲人伫锡安要来朝见上帝。愿主帮助咱每一个人来到教会，心是有像诗篇84篇第50到第70所甲咱勉励。互咱会当力上加力，互咱行过打扫流目屎的路，但是咱又愿咱的生命是变做有亲像秋天的雨水落伫土里，互这大地变做淡湿的地。求上帝帮助咱，其实力上加力，毋是伫一帆风顺的时，雕成的人会当力上加力，坚持来到锡安，因是克服路上最的辛苦。才来到圣殿，因为咱知影讲以色列的土地也是天气，毋是亲像咱安尼湿淡，因是非常的打湿，非常的干燥。好，你会当去 Google 甲看一下，他们在 Google 看下去的吼，因的地吼拢足黄的，吼都是黄土哦，不像我们是绿地哦，所以。因力上加力是克服侪的困难，才来到圣殿。愿主帮助咱首先有主的同在的信靠，咱心中要前往锡安路的人，这个人是上帝所指示的路。上帝作为会引带咱的性命，互咱全心全力来顺服、来倚靠。所以咱今仔日咱准备心来到教会。当咱要来教会时，咱嘛亲像这要去朝圣的人，因做好准备要去圣殿，要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人受福气。因每一次去，因拢会当看到很熟悉、真熟悉的环境，伫因的脑海中出现，所以因就家记落来吼。所以84篇伊宣告讲，这是有福气的人，信靠上帝得到快乐，心中甲上帝同在的人，这是有福气的人。所以奉上帝的名祝福大家，咱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来敬拜而乐，拢有来自上帝互咱的福气伫咱的心上，亲像上帝伫亚伯拉罕的心上，甲伊讲，你要成做祝福的源头。人生的路虽然有困苦、有患难、有艰苦。上帝大快乐、甲稳定会陪伴每一个信靠伊的人。这条路，信仰这条路其实是信靠的路，是信靠上帝赢过所有患难的路。愿上帝帮助咱，互咱当克服来行往天国这条生命的道路。第二，咱来经历上帝的安慰。伫打扫空旱无水的所在，其实人会想要放弃。这个所在叫做流目屎的山谷。当绝望的时，这朝圣的人因去拄到上帝的阻碍，互因搁较起身，锡安的路来迈进。所以第60甲咱讲，因经过流目屎的山谷，这个山谷
要互伊成做水泉的所在，阁有秋天的雨的福气，甲伊看满。所以第二则讲，当人行伫这流目屎的山谷，这流目屎的山谷，毋是真正是哭无目屎，因为无水。所以若无水，阁无树木，无树木，日头阁大，四周围拢非常的荒凉吼，无啥物迄个人迹吼。所以诗人讲，即个山谷要变做有水泉的地。会变做秋雨来降落，流目屎的山谷变做水泉的地。这亲像人经历着艰苦，但是上帝安慰，互人得到人生的愿望。做代志了后，咱去想看卖啊，是毋是伫咱的人生有哪有拄着安尼的事？当咱经过流目屎的山谷，当咱去回头甲看，咱行过遐的路径，是毋是有油在滴？是毋是有上帝恩果甲上帝恩典的同在？来讲一个见证的故事。1973年，有一个韩国基督徒的家庭，因全家移民到美国。迄个家庭中间有一个8岁的少年家，叫做李成福、李成福。伊对着因兜的人全家来到美国。伊15岁伫宾州要成做一个体操的选手。昨亚洲运动会开幕，咱就想讲即个李志凯是毋是会当得到金牌吼？即个鞍马王子吼，马鞍上的王子。咱看到体操爱做真侪诶，即个伫地板吼，伫地面上即个运动，伊爱蹦爱跳即个运动。即李成福伫18岁时，伊咧练习，无细意无注意，伊怎栽落来，去摔着头壳。摔到头壳了后，煞变做无法度行路，变成瘫痪，无法度行路，爱靠着轮椅。伊的运动生涯、运动选手的生涯，到伊18岁为止。当伊的老爸老母走来甲伊来病院来甲伊看的时阵，第一句讲的话，你就是无爱听我的话啦，才会安尼啦。我毋是早就甲你讲啊，你莫搁练体操，这敢是安慰的话？看来那是像责备的话。所以接下来日子佫更加会辛苦，因为当伊听见医生甲伊讲，你的人生已经破灭，你每一天拢爱做复健，甚至你无法度行路，一生爱靠轮椅。伊心中一百个愤怒。伊开始伫病院，若要甲伊饲饭的时，伊就无爱食，伊就爱摔遐个餐盘。所以规个病院为着伊混乱一阵时间。要成做体操的选手，失去梦想，这边那个重新有即个愿望咧。伊18岁的人生，就是讲我会当徛伫颁奖台顶来摕到迄个奖牌。对一个参加运动选手的人来讲，伊有参加过，但是无得到奖牌，安尼表示伊已经有努力。但是做一个选手，伊还未去比赛，伊就无法度去比赛。因为伊已经成做一个残障的人，要安怎阁有迄个新的愿望伫伊的心上呢？有一天，一个护士送伊一本册，叫做《需要关怀的世界》。伊就摕这本册，伊原本嘛无啥想要来看。这本册是一本福建医学创始者叫做诺斯克所写的册。这个人是福建医学开始福建医学的人，伊写这本册。拄这本册，互要福建的人来读是拄好。迄个时阵李成福拄咧做福建。所以上帝伫流目屎的山谷的内面，互伊一个亮光，互伊有摕到这本册，透过这本册来带伊行出黑暗，来离开失望，来离开。敢若是形式上的基督徒，带伊离开无生命的信徒。人生的经历，拢爱得到上帝的安慰。当人生行到一个无方向的路口的时，咱人生的道路、马路，亲像无意向甲方向，咱拢需要上帝的同在、甲扶持、鼓励、甲安慰。所以新约只有伫相信新约的人的心上。当伊开始读这本册了后，伊了后写一个心得，讲我是足好奇，
来读这本册。虽然一开始的时阵，伊是自暴自弃，伊无抱任何的愿望。来，当伊读这本册读了，伊的心中那亲像上帝咧甲伊启示，咧甲伊讲话，伫伊心中的声就来那大声，甚至甲伊讲虽然你无法度行路，但是你会当帮助这个无法度行路的人，你有法度变做残障的医生来帮助遐个残障的人。你即摆咧做福建，你若福建了后，你会当帮助遐个做福建的人。那亲像上帝互伊有一个新的意象，会当真做人的帮助，真做一个帮助者。有一天，伊坐轮椅经过大学，有一个甲伊看起来同年龄的人，伊是一个犹太人，伊过来看到伊坐轮椅来到伊的身边来甲伊讲：我是一个犹太人，但是我伫4年前，我接受了耶稣，成做我生命的救主，我变做基督徒。但是我变做基督徒了后，我犹太人的亲人，我犹太人的朋友，我犹太家族，拢离开我，因拢无赞成我对犹太教变做基督教。所以，当伊甲李生活讲到遮的时，伊甲伊讲一句话：虽然拄着侪的遮的艰难，但是我犹原无放弃这位赐我新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当安尼甲伊讲了后，伊甲伊讲：安尼我甲你简单甲你讲福音，互你会当拄着耶稣基督。咱拄仔毋是讲李生活因全家拢是基督徒吗？原来李生活听着即句话了后，伊就决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伊的救主，而且得到顶头生。伊才发现讲，过去我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基督徒。我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做礼拜，我只不过是形式上那点。我是一个无生命的信徒，信仰只不过是形式那点。所以听了福音了，伊开始反省，伊开始对伊的生命产生一种的努力。伊已经是一个残障的人，但是伊读圣经、背圣经，感觉讲有一个意念伫伊的心内。伊讲，敢若上帝伫我的生命有伊的计划。这个计划毋是普通的计划，是完全的计划，是上帝怎样要使用我。伊讲，上帝要安怎使用我，无论如何，我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敢若上帝互伊有一个意向。有人捌行过老目屎的山谷无？有人是毋是你已经失去生命的愿望？安尼，咱爱对圣经来看，是毋是咱会当伫圣经内面找到上帝互咱的声音，也找到上帝互咱特别的意象？当伊决定要做医生的时，伊原本读这个大众复健，大众的那个保健，大众保健医学，好像就是类似那种医务管理这种学科，当伊要做医生的时，四周围的人拢甲伊讲：你无可能啦！你无可能录取啦！你敢知医学院足歹考的？你嘛爱知影家己的经验。你安尼坐轮椅，你敢有法度去解剖，参加解剖学的实习？你敢有法度去解剖这个遗体吗？但是呢，当逐个人拢无赞成的时，上帝透过伊大学的教授来甲伊鼓励。伊讲：你幸福，你比别人佫较优秀哦，你一定会当成功的。如果你若穿迄医生的这白衫一定是足缘投的，加油！当伊读圣经的时，上帝互伊的答案，甲四周围的人答案拢无共款。上帝煞变做伊真正唯一的安慰。上帝话鼓励伊，因为上帝已经替伊准备了上好的。后来，伊真正考到大学的医学院。了，搁伫哈佛第2医学院的实习，伫遐最后第一名毕业，伊了后去世界上界闻名的霍普金斯医院伫遐来做首席的复健师。坐伫轮椅顶的故事，定定拢勉励伫遐要复健，得到健康的病人，带着互因愿望。后来伊写自传。后来成做一本真出名的册，叫做《新约》，伫
伫你的心中，神迹在你心中。哦，这本册嘛，真做真侪人会帮助，互人对绝望的中间会当来得到安慰，互因经历上帝新约，主的感动帮助，互伊行出流目屎的山岗。有一天，伊读着圣经诗篇126篇第59、第60讲，流目屎夜静的要出欢喜的声受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迄个流目屎带经济出去的，的确要带伊的长辈欢欢喜喜回来。愿上帝施恩帮助咱，一个18岁有5万青春的少年家，因为一届意外所造成伊一生的灾难，一生的困难，伊坐伫轮椅所变做真侪人的帮助，变做真侪人的鼓励，所以伊常常去传福音来见证伊的性命怎样伫上帝引带内面来得到反转得到改变。过去我嘛有拄到一个天主教徒伊是菲律宾的人，伊来台湾，伊过来台湾，伊讲伊是一个菲律宾伊天主教徒伊嘛有时会去教会。有时会去教会，伊迄个时阵较接着讲基督教会，因为天主教的国家一出世，就拢有洗礼，诚做教会一份子。当伊失去伊的翁婿了后，伊要饲即个家了，伊的人生变做一个亲像无愿望伊过来即个家爱还即个家伊的翁长期洗身吼所以看着伊安尼。伊真辛苦，后来伊真正去认捌到，原来伫伊的生命有上帝。伊改变了后，伊讲过去的我是一个形式上的天主教徒，今麦我变做一个真正认捌主的基督徒，所以伊着为着福音，为着教会来努力，诚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咱的生命毋通亲像一个形式上那定。咱毋通伫形式，变成一个形式上的基督徒。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人生伫咱的破口的内面，会当经历着上帝互咱的安慰甲帮助。当咱的人生行到一个无方向的路口，袂失着咱人生的意向甲方向，主来安慰咱，诚做咱的同在，诚做咱的扶持，诚做咱的帮助。上帝施恩予咱，因为新约只有安那发生伫相信新约的人的身上。愿主帮助咱的教会，予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咱来突破，咱来用咱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敬拜咱的主。咱来一心灵爱常常甲圣神有圣神的同在，有圣神的引带，有圣神的帮助，予咱。毋是敢若是形式上的基督徒那定，咱来诚做有生命的基督徒。愿上帝嘛帮助咱会当诚做一个会晓鼓励人、会晓安慰人、会晓帮助人的人，敢毋是？所以咱的教会内面爱常常有鼓励的言语，有鼓励的想法，想法会影响到你的行踏，甚至是你所讲的话。所以咱伫咱的教会，咱常常用正面、用积极来鼓励。我会记得有一个牧师伊分享，伊讲因的教会足侪啦兄弟姊妹要参加考试，要参加考试有的人要参加老师的考试，有的人要参加公务人员的考试因拢会先甲伊的名叫互变，有的人要参加医生的考试未考着就甲伊叫老师，未考着就甲伊叫医生，未考着律师就甲伊叫律师。这嘛是一个正面的鼓励、甲扶持、甲帮助，敢毋是？所以因拢在考试的时阵，就甲因算断讲即个是要考律师的吼，这就是律师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伫咱人生道路的顶面，检查有侪会艰难、挫折。也是患难，愿主帮助咱，互迄个雕成的人
要行锡安的路的人，因拄着侪侪伫路呢，拄着侪侪的困难困境，拄着老目屎的山谷，因犹原搁头前来努力。愿上帝使阮帮助咱做伙三角来祈祷。天父，阮的主，阮感谢你，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的性命会当伫阮人生上界艰难的时来拄着上帝，拄着主，来拄着主你的安慰甲帮助。愿主互阮亲像这个朝圣的人，诗篇84篇所写的，阮要到伫锡安的所在。当阮踏着锡安的楼梯，要见着上帝的面。这是非常的荣光，非常的荣耀。总是伫迄段路所经历伫旷旱、旷野、荒郊野外的路，迄是非常互人要放弃的路。总是朝圣的人因决意要来到圣殿，要来到锡安，要来到上帝的殿院。主啊，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嘛用欢喜的心。来迎接主你的面，来见主你的面。主啊，恳求你失去阮所有过去经历过艰苦患难的日，互阮流的目屎会当变作祝福的福气。愿主帮助阮，互阮的人生会当赢过、行出过去才会无拄好的事。愿上帝使阮帮助阮，愿你的圣神常常扶持帮助，互阮知。阮有主的同在，信靠主甲阮三角同在。主啊，恳求你，嘛使阮伫阮的心上，互阮知主你时时刻刻正做阮的安慰甲帮助。愿主你来带领扶持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愿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美好的进度甲勉励。咱三角来用回应诗，圣诗第485首，圣诗第485首，主暂愿互相接纳，请大家起立吟全首。相接纳亲像你接纳阮，甲阮做兄弟姊妹，跟你三定无烦。恳求你点阮中间参愿，死心坚定，愿拢受完全接纳心恩，听到你心。主求你甲阮学习理想，生活中间，追求伫你心路途信息，茫茫赞，主赞阮关心别人，无分本国外邦，无论伫啥款情境，拢伫扶持听从。有主接纳改变阮感动，坚定心志，甲你伫你中间聆听，心情你尊台，你接纳无有伫高，心欢心福，最多领受你啥物享受，伊的快乐。因你也有做人，阿无伊着安慰，伊太受尊重，接纳你着你包公义，就是的眼光方法凡事坚持遵行，求主实心来起心头旁，愿的合意。请坐。请用感谢的心，三角来奉献，请思愿的同工来致献。
大家起立来吟奉的诗。咱三个来读今仔的经句，是诗篇第84篇第7节，咱看周报下面吼。咱台语来念2解吼。因哪行开咱哪加天，达人到西安朝见上帝。因哪行开咱哪加天，达人到西安朝见上帝。诗篇第84篇第7节。咱即时来欢迎咱的新朋友吼，廖秀娟秀官姊，咱真欢喜吼，会带你中正路24号吼，是迄个龙潭长老教会的吼，兄弟姊妹吼，咱用迄个欢喜的心吼，来欢迎你吼。关怀吼，咱的兄弟姊妹吼，继续来关怀，我真欢喜吼，再继续来咱的教会吼，同齐来敬拜上帝吼，欢迎你吼，咱来三个来关心教会的事吼，咱看咱的周报吼，本会消息10月初1日，主日联合礼拜9点是本会圣礼典的主日，大家请以恭敬的心来赴主的宴谢，领受主的救恩甲换命。第二，10月初1日，主日是本会相连事工主日，举行中央敬老感恩礼拜，收敬的时段70个以上吼。伫咧咱的周报吼，周报名单吼，咱内底请大家来看吼，遮侪时段吼。那闹到的吼，请干事来提出更正吼。第三，本会信地助学日申请学生自费出席率达到2/3以上吼。对9月初3到10月初1止，符合申请资格学生，请注意送件地址的日期。第四，为着要互教会服侍兄弟姊妹甲青少年朋友参加华语的礼拜，第4季开始10月份起，时间调整10点45分开始吼，敬请兄弟注意礼拜的时间。第五，10月29日主日礼拜了后，举行教会事工研讨会。邀请中级同工各单位身躯人的会长、团契辅导、主流校长、圣乐队队长，请一定爱出席参加。会长不可参加的，请委派一名同工参加。第六，10月14日礼拜六是三芝海滩净滩的活动吼。报名名单公布伫公布栏，费用是200块，请到何国祥长老甲曾慧素姐妹吼。第4季10月到12月服侍的轮值表吼已经公布，各位同工请注意个人的服侍项目甲日期、时间中若有不方便，请家己甲其他的同工交换，并且通知办公室。第8，每礼拜3暗时8点读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陪读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第9，教会今年有设到150周年的相关的活动吼，导致真侪人咧有咧甲在咧吼，敬请兄弟为设到150事工关心代祷奉献，回应上帝听从。团契消息，相连团契今仔日台语礼拜结束了后，伫教会1楼举行明年度的同工选举。相连团契会友请踊跃出席参加，集体相通，
就为着驻外当兵游学工作，亲连大祈祷，然后为着救无有提名、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代祷，恳求主怜悯医治所有兄弟姊妹。第17，为着今年的泸州教会设教150周年来祈祷，为着教会异象使民委身宣教福音，祈求上主。第18，为明年总统大选来代祷，恳求主带领百姓选出国家的领导者。教界消息：10月21日拜六上午9点到12点10分，台北中会传播部举办正阶中级训练会，专题伫以马五斯的路上，中级职责委身的赛事，地点伫大长寮教会。10月初8报名截止，敬请中级同工踊跃报名参加。以上，那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净摊的名都有公布伫公布栏，请咱共200块交互国祥长老甲惠树节。因为真侪人是有人邀请的吼，咱因为伊毋知收的人毋知遐人是啥物人，所以请邀请的人会当看是先替因交，还是甲遮个人收费用收好，啊交互收费的人。如果咱若无法度参加的，请爱找人来顶替，因为咱43名就是报43个，就爱交43个的费用，所以恁若无去，会当爱请别人来代替。但是如果若是名单已经保险，所以替换的人就无保险，这要甲大家先讲互清楚，请大家若有报名的兄弟姊妹，也请注意来将费用交互国祥长老甲惠树姐妹后礼拜10月1号，咱要收圣餐是咱的圣礼节的主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做来领受，甲主同齐道。伫圣餐礼拜了后，咱有要有一场小组的事工座谈，也是演习会。邀请对小组事工有负担的兄弟姊妹，也是中职，咱做伙来参与，互咱的教会会当对即个事工会当定心来重视为什么要安尼讲呢？因为其实即3年外来也捌有拄着讲，伊礼拜了后，伊问牧师讲，牧师，你们教会有小组吗？我用3条线，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们教会有团契啦，哇！可是呢，隔周他就没有来了所以咱为着咱的教会，咱先无要，咱先团契有哪拢阁留的照团契聚会时间甲天数，但是咱来讲要阁另外有想要伫小组的内面。来做伙造就关心扶持，因为伫大个团体内面，其实是足侪人是无向看见。恁牧师一个亲情，因为伊礼拜日有当时拢爱做工课，爱去上班，所以伊拢找一间教会，足大间的教会，伊就伫遐礼拜，礼拜了伊就走，伊无爱互人介绍，嘛无爱人看见，伊嘛无爱伫教会服侍，因为伊有当时礼拜，伊有当时就爱为伊工作但是即种人 OK， 伊伫大教会内面，伊有伊的信仰伫个，咱尊重伊。但是有个人伊问讲，我有小组的牧养小组查经小组的关怀小组的扶持。我的心思我无一定爱甲全教会人讲，但是我的心思可能借着小组伫小组即10个人10几个兄弟姊妹扶持帮助。咱是要为着遮个人来准备我相信恁若有感觉讲，我无爱伫团契内面，但是我有需要小组，来邀请后礼拜遮兄弟拢做伙劳乐来当做伙来努力伫圣神感动引带上帝甲咱帮助的下面，咱来努力以上。咱三个来上吟要变诗，信诗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
请大家起立认全首，继续说，请牧师祝祷。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众大家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